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5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5天。前线总共记录138次战斗。整体上看俄乌1200公里战线没有明显变化，乌军各处防线稳固，没有被俄军快速突破的威胁。比尔格莱德前线，昨天乌克兰的米格29战斗机朝比尔格莱德叫利皮亚西夫卡投掷了精确制导炸弹，袭击直指俄军建在此地的一个指挥中心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造成4起爆炸声。从空中航拍的画面看俄军的阵地正飘起巨大的蘑菇云，不时还有火球闪烁。罗斯托夫州方向，昨天当地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的打击，包括军用机场在内，设施成为乌克兰重点攻击的对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别里耶夫飞机设计局，该部门还负责俄军的 A50 预警机。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塔甘罗格在夜间已经烧起了大火。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说俄军在哈尔科夫加大了攻击力度，俄军袭击了边境的叫霍普蒂夫卡检查站，但未能占领它。该地区的负责人叫维亚切斯拉夫扎多连科报告说这个扎多连科说第5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战士们消灭了10多名入侵者，另有数十人逃回俄罗斯。此前俄罗斯人散布虚假信息，称他们已经占领了该检查站。根据这个俄罗斯方面说法说卡索菲亚尔郊区的乌军已完全被肃清。代号为烟雾的突击排排长在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中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被解放的卡索维尔郊区已完全肃清，敌人正向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退却，俄军军人正继续歼灭乌军。俄国防部7月31日宣布卡索菲尔被解放。这个俄乌双方就关于卡索菲尔现在也是各执一词这个突击排的排长烟雾他在这个国防部的视频中说郊区乌军已经完全被肃清乌军已经撤退，我们正追赶消灭他们，我们曾如何压制他们，我们就将如何驱赶他们。所有人都展现出丰富的经验。这个也不排除俄罗斯国防部他是为了稳住俄罗斯国内给俄罗斯国内打鸡血他经常拍一些这样的视频，自我宣布就占领了卡索菲尔。这个俄国防部指出，第98师分队用混合方法行动，即乘战车也徒步。首先他们夺取了北顿涅茨克至顿巴斯运河，之后解放了有耐火材料厂的地段，这里有大型高炉和许多供人员躲藏的掩体。随后俄军肃清了高层街区的乌军，敌人在该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最后阶段，空降兵进入森林并开始清剿行动。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的说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种部队消灭了俄罗斯军队，这些军队曾报告在顿涅茨克州占领了一个阵地。这是俄乌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说法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种部队消灭了在顿涅茨克叫泽列尼盖村拍照的俄罗斯军人，他们打算向领导汇报占领了新的阵地。占领军仍在试图突破甚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并汇报又一次胜利。通报中写道，具体来说，俄罗斯军队的一个作战小组决定在顿涅茨克州的泽列尼盖村拍照，向领导汇报他们占领了通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新阵地。这个是俄军最近比较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派特种部队一小组人潜入这个乌军的这些居民点，然后在那挂旗子拍照，以证明他们拿下了这个地方。这种做法一是为了在俄罗斯国内进行打鸡血宣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这个搞乱乌方的这个人心。这个乌军又在克里米亚搞事情。根据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8月4日表示，乌方无人机袭击萨基空军基地，摧毁5架俄军战机。消息指出，乌克兰安全局特战中心的无人机于3日晚突袭了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该基地是俄军在黑海地区作战的关键航空
空枢纽。此次打击造成机场内航空武器受损一架苏30 SM 战机被完全摧毁，另有1架受损，还有3架苏24战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乌克兰安全局称此次特别行动还打击了机场内的航空弹药储存设施。针对上述言论，俄方暂无回应。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看样子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为了报复俄军对基辅、对这个哈尔科夫这地方的这个轰炸最近这个乌军的无人机明显的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个铁路枢纽和油库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境内很多储油设施炼油厂、油库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周日，就是8月3号，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就是索契附近的一个油库，引发大火。据悉，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叫韦尼阿米孔德拉季耶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20多名消防队员试图扑灭大火。大火是由一架坠毁的无人机残骸撞击一个油箱引起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巨大的烟珠浓烟在油库上方翻腾。俄罗斯民航局暂停了索契机场的所有航班。非常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正好俄罗斯有3名年轻人，2个小女孩，1个男孩，分别在19岁、20岁和21岁。这个3个年轻小伙他是来自下塔吉尔的游客，有的说他是游客，有的说他是去这个索契找工作的。结果正好他们就赶上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轰炸这个索契油库。这3个年轻人呢，就以这个熊熊燃烧的这个大火油库为背景，在前面拍起了抖音短视频在前面载歌载舞各种摆 pose。完了之后，他把这个上传到了这个社交媒体。此举引起了俄罗斯这个网民的愤怒。俄罗斯这么巨大的一个油库据说有2000立方米的油库爆炸起火。这个2名网红在他前面载歌载舞，非常开心。据说他还给这个配了音配乐是俄罗斯的那个歌曲叫《早晨好》。你好比就是咱们那个对吧？你动不动配一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最终俄罗斯警方以紧急状态下未遵守行为规范提起行政违法立案很快就把这3名年轻人给抓住了。据说他们面临最高3万卢布的罚款。有网友说山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说这个俄罗斯的女网红看到自己的这个储油罐被炸，还在前面拍这种视频搞流量。我在想这个毕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是侵略战争，非正义的。他的炼油厂、储油罐、这个交通枢纽被炸，那都是咎由自取。这个不是俄罗斯人民的战争，这是普京的战争。8月4号凌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弗罗沃镇的叫科尔切达火车站。袭击造成铁路运输严重中断，并一度迫使当地一座区域机场关闭。伏尔加格勒州位于莫斯科东南约900公里处，距乌克兰边境仅120公里，紧邻几乎被俄军完全占领的卢甘斯克州。此次袭击显然具有战略意义。根据独立媒体的报道说阿尔切达火车站发生火灾，火势凶猛。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安德烈·博查罗夫称袭击目标为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并形容袭击为规模空前。他指出，弗罗洛沃区的铁路运输受到了很大影响。俄罗斯国营铁路公司俄罗斯铁路亦证实，弗罗洛沃方向的列车服务被迫停止。该地区的铁路枢纽正是俄罗斯通往乌克兰前线南部的重要后勤通道。外界分析指出，此次袭击或将延缓俄军燃料与弹药的运输，对战场补给构成直接打击。乌克兰军方虽未正式回应此次袭击，但近年来频繁以无人机打击俄境内目标，包括燃料库、铁路设施和弹药仓库等，已成为其深远打击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叫沃罗涅日国营农场发生大火，据报道，这是乌克兰敌后武工队实施的破坏行动。农场发生大火，也不知道多少土豆和那个粮食也被烧掉。8月4日凌晨，位于索契的俄罗斯石油叫库班子公司油库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该地距离俄乌接触线700公里。乌克兰这2天继续对俄纵深军事目标以及这个炼油厂实施打击，其中阿赫塔尔斯克主要储备发射无人驾驶小摩托飞机的军事机场、奔萨市电气厂以及梁赞和萨马拉州炼油厂
都被轰炸，现场出现剧烈的爆炸火球。俄乌冲突占领军现在防不胜防，防空武器不够用，所以才会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屡屡得手。乌克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只有打疼若侵者才能拥有和平。这个乌克兰人不光用无人机进行远程的精准打击，这个乌克兰人还用美西方的这种海马斯火箭弹，在苏梅州海马斯和无人机专门轰炸为苏梅提供物资的存储仓库和中转站，导致前线物资严重短缺，一些俄罗斯部队因没饭吃而不得不撤退。海马斯呢就专门负责点名精准打击有媒体报道俄罗斯突然对赫尔松南部的叫奥斯特洛夫斯基路大桥发动持续袭击。这个军事专家认为这证实了乌克兰大批军队正准备向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反攻的传言，也就是有可能这个乌军在赫尔松或者在布良斯克或者是库尔斯克，也在这地方对俄军发动突然袭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当地时间8月3日深夜至8月4日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比尔格莱德州、伏尔加格勒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莫斯科州、梁赞州、克里米亚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击落6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据伏尔加格勒州政府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导致该地区一条电力线路受损，并引发火车站建筑起火。州政府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一架未爆无人机坠落在阿尔切达火车站附近的铁轨上。总之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报它都是轻描淡写这就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俄对外情报局说他说英国的情报部门意图动用北约盟友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这个已经不是说制裁了他是要打击摧毁。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说他这个英国情报机构就正在密谋，正在策划的行动细节是英国企图制造涉及一艘或多艘邮轮的轰动性事件，破坏行动造成的损失必须非常巨大，以便将俄罗斯石油运输宣布为对整个国际航运的威胁。英方正在制定2种方案，第一种在海上交通要道的狭窄处蓄意策划事故，第二种在亲俄国家港口装货时纵火焚烧油轮。俄对外情报局补充称，伦敦计划将这2起恐怖袭击执行任务交由乌克兰强力部门负责。这个俄罗斯人说白了就是心里有鬼，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俄罗斯人这么紧张，这么害怕，实际上就说明他有鬼现在已经是杯弓蛇影，紧张兮兮的，被搞怕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他说当地时间8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在北高加索地区卡巴尔达到巴尔卡尔共和国一次抓捕行动中击毙3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又立功当场击毙3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据悉此3人均为俄罗斯公民，计划武装袭击当地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事件发生在8月1日夜间，3人在当地伊斯拉梅伊村附近一辆公交车上被发现。人家3个人在公交车上他们这个俄罗斯安全局的人发现了，就要对他们进行抓捕。而在抓捕行动中这3名恐怖分子拒不抵抗，因此被击毙。过程中执法人员没有伤亡情况，所以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发布击毙3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这个桥段我想大家对历史了解的都这个就不陌生咱们这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杀良冒功，就是一旦双方打起战了那你说击毙对方多少人，对方说击毙你方多少人，实际上没有那但是很多尸体也有，怎么办呢？他就杀的就是平民老百姓，有的时候甚至杀自己的老百姓叫杀良冒功这按人头算钱呢，按人头算业绩，对吧？你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他也不上战场，他是对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时候反正打死了，这个是俄罗斯人一贯做法就俄罗斯人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子，对吧？箭射中的地方就是他的目标。那导弹往乌克兰放，无人机往乌克兰放，炸着的地方那都是军事目标哪怕是炸着那个沙滩上的厕所，那也是军事目标当时有北约的大鱼在里面上厕所这是俄罗斯人一贯做法。所以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啊，实际上就是在大街上啊，随意击毙了3名俄罗斯人，然后就说啊，这3个人就是国际恐怖组织成员，死无对证呢，反正人已经死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休斯顿表示啊，他说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并肩站在一起，因为基辅呼吁全面停火。他还表示，美国并非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而是欢迎谈判，希望在该地区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平。而这样的和平既需要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也需要对双方争端和平解决方案。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啊，他说本周啊，他与俄罗斯总统核心圈子举行了会谈，寻求达成谅解，以结束乌克兰冲突。卢比奥很失望地说啊，他说尽管进行了充分的对话，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个恐怕也是最近特朗普恼火的一个原因。有媒体记者问特朗普说，俄罗斯目前能做什么来避免制裁？特朗普说要达成一项不再有人被杀的协议，也就是要停火协议。大家看视频啊。What Steve Witkoff's message will be to the Russians is there anything they can do to avoid sanctions at this point? Yeah, get a deal where people stop getting killed. They had a number that just came out that a tremendous number of Russian soldiers are being killed. And likewise, Ukraine, a lower number, but still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now we're adding towns where they're being hit by missiles. So it's a lot of people being killed in that ridiculous war. And, you know, we stopped a lot of countries from war, India and Pakistan. We stopped a lot of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at one stopped too. Somehow we're going to get that one stopped. That's a really horrible war. You heard about Cambodia and Thailand. We got that one done. We got the Congo, which was going on for 31 years. Rwanda. That one's done. We stopped a lot of wars. This is the one we seem to be, this should be the easiest to stop, and it's not. I mean, Rwanda and Congo were going on 31 years when I got it stopped. 8 million people dead,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have, but I think the number is much higher. And the leaders of each country, Rwanda and the Congo, they were great. They were great, and they wanted it stopped. 31 years it went on. We stopped a lot of wars. Serbia, Kosovo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I don't believe it will now, so we stopped that one. 自从特朗普和俄罗斯的这个口炮界的一哥梅德韦杰夫怼上之后这个双方也是都上头了都有点上头，有点破防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梅德韦杰夫最后回怼特朗普的是，不要以为你那些小电影只有摩萨德有。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朗普在什么罗里岛上恐怕有一些这个照片裸照或者是视频被俄罗斯的特工或者科格勃拿到了，进行威胁特朗普。就这一块特朗普还没有回应。这个 CNN 报道他说梅德韦杰夫没有实际权利，克里姆林宫把他当作攻击权。这是 CNN 说的说梅德韦杰夫曾是一位亲西方的总统，现在却用表情包嘲讽特朗普，推行反西方路线。本周他威胁称，如果美国实施制裁，将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并让特朗普想象就是叫什么死亡之手场景，也就是当俄罗斯的这领导层被攻击之后，那么就会触发俄罗斯的这个一个什么自动报复系统，把几千枚核弹就射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大概其实这么个意思。2009年，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并肩作战，表示美俄合作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他大力提倡网络普及、现代化和反腐败改革。纳瓦尔尼团队曝光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帝国，包括别墅、游艇、葡萄园。梅德韦杰夫的政变由此开始，说该视频观看次数已达1400万次。他否认了这一点，抗议随之而来。2020年，他辞去了总理职务之后，他转而发表仇外言论，亲自扛起了反美反西方的大旗，说以便在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中保持影响力。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他没有行政权力，但利用这个网络媒体，也就是这个电报频道和这个 X 传播克里姆林宫的谈话要点，侮辱西方领导人，并提出核威胁。梅德韦杰夫称泽连斯基为蟑螂，指责德国实行纳粹主义，并发布了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布偶表情包。上
上个月他警告特朗普不要走瞌睡桥的道路，不要走这个拜登的老路啊。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试探红线、扰乱西方的工具，克里姆林宫利用他传递激进信息，作为协调一致的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实话实说啊，我觉得CNN对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判断呢不太准确。他说这个普京啊把梅德韦杰夫当做一个攻击犬，就是放狗咬人，这个有点矮化梅德韦。虽然说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口炮界的一哥，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在俄罗斯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毕竟搞过一届总统，还搞过一届总理，现在又是安全委员会主席，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力。梅德韦杰夫这些现在的这个每天喝完早酒啊，开始盘那个煤气罐，对吧？不是和平这个地方，就是要轰炸那个地方，要么就把哪个国家从地球上抹掉，要么就把哪个国家变成什么瓦砾堆、废墟。每天喝完早酒之后啊，就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个是梅德韦杰夫的一个自选动作啊。自从啊梅德韦杰夫的孩子从美国，对吧，被赶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财产被美国人冻结了，然后他自己的游艇在俄罗斯不能停，被冻结在这个土耳其，自己不能坐，自己在意大利的酒庄还有法国的酒庄吧，似乎好像也冻结，每天只好借酒消愁啊。自己在这个仕途上面也是不得志，对吧？本来说好了跟普京啊两个人轮流坐嘛，轮流坐庄，风水轮流坐，本来轮到这个梅德韦杰夫了，结果普京他不讲武德啊，他把游戏规则变了，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是借酒浇愁啊。他有一个亲西方的这么一个人士、政治政客，现在变成一个强烈的反西方啊。实际上这是一种自保，因为在现在俄罗斯跟西方正在对抗，如果梅德韦杰夫继续亲西方的话，这个不利于他这个在俄罗斯啊生存下来，所以他就显得比别人更加极端，反西方，对吧？你左我更左，他只能这样啊。实际上这是一种自选动作，想让自己能生存下来。第二个也是为了表达对西方的不满，毕竟把他的财产给冻结了，后路没了。本来人家可以润到美国或者是法国、意大利，在那儿养老当个渔工也挺好，结果把人家后路给断了。爷爷能忍，对吧？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最重要的就是梅德韦杰夫他主要是指桑骂槐，对吧？每天借着是表面是骂泽连斯基独裁练权，说话不算话，对吧？早就盗届了，对吧？过届总统，实际上他是在骂普京啊，这谁都知道，只是不点名而已，指桑骂槐，所以他只能靠这个解气啊，骂两句闷一口，骂两句闷一口，就是鱼子酱，对吧？最后一直到稀里糊涂的睡着了，对吧？第二天醒来接着骂，就是干这事，他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对吧？不仅在这个俄罗斯政坛中啊，这个凶险的波谲云诡的这个政坛中活下来，关键他自己啊，对吧？他通过骂泽连斯基，实际上是骂普京来出气啊，心中一口恶气得到释放，这样的话他不至于就这个把他压垮了，对吧？人需要释放。结果到了2025年啊，特朗普一上台之后啊，这个梅德韦杰夫叫流年不利，本来这前3年都挺平稳的，结果碰上一个不着调的特朗普，对吧？说好了是互相骂一骂的，这特朗普玩真的，这是不讲武德啊！这特朗普明明知道梅德韦杰夫是个过气总统，是个前总统，手上没有任何权利，对吧？那只能动嘴皮子，结果特朗普偏选择了动手，派遣2艘核潜艇到俄罗斯附近啊海域活动。那你这一下不就是寒碜梅德韦杰夫吗？这梅德韦杰夫也没这权利，他又调动不了核潜艇，如果他能调动，他也调2艘过去，对吧？这不就是有意思了吗？你来我往。结果特朗普这一搞就一剑封喉啊，梅德韦杰夫哑火了，只好啊拿出裸照还有这个小视频、小电影来威胁这个特朗普啊，我已经设定好时间了啊，什么时候直接公布，网上直接发送，对吧？所有人都能看见。不过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啊还是赶紧消除啊梅德韦杰夫的这些影响啊，赶紧消毒啊。这个佩斯科夫表示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由普京而非梅德韦杰夫制定的，特朗普应该只关注并回应普京的言论，其他一切都是私人的个人的观点。你看看，马上跟那个梅德韦杰夫切割了啊，对吧？这梅德韦杰夫是自己自选动作，就说不好听一点的啊，梅德韦杰夫现在这个作用啊，就有点相当于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他某种程度上负责一些雕盘工作啊，剩下的都是自选动作。别看他是什么安全委员会什么主席，实际上他的权力也就退休的胡锡进老师，他的影响力啊，大概其就这样。所以这个佩斯科夫啊，他马上就出来说啊，对吧？你不要听这个梅德韦杰夫胡沁了、胡勒勒啊，俄罗斯不会对特朗普的核潜艇威胁做出反应。塔斯社报道啊，说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啊，俄罗斯对有关核武器的言论非常谨慎。在这一块啊，普京确实表现出啊，这个你弱他就强，你强他
就弱，对吧？你要不敢玩核武器，他就天天盘核按钮，盘给你看。哎，你要真把核武器搬出来，人家把核按钮就收起来了，不盘了。这个佩斯科夫说啊，普京总统的立场众所周知，俄罗斯非常重视核不扩散问题。我们当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于核武器相关的言论保持高度警惕。这个俄罗斯人的意思就是盘核按钮是我的专利啊，这只有我们俄罗斯人可以干。没想到对吧？特朗普他核按钮都不盘，直接把核潜艇拿出来盘，这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疯子吗？这个佩斯科夫还说啊，说俄方仍然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调解乌克兰冲突。佩斯科夫向记者表示啊，我方仍然主张，我方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冲突。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政治外交手段啊，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什么外交手段，就是俄罗斯一直主张啊，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冲突啊，他们是不希望用武力的，他们希望外交手段。那好多人就说，那外交手段不是好事吗？那就赶紧解决啊。那俄罗斯人外交手段指的是乌克兰跪地投降啊，这叫外交手段，就不用武力去战，而是你乌克兰自己主动的，对吧？把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还有什么奥德萨都划了给俄罗斯，这也叫外交手段。没打，对吧？我要你给了就行，免得动手。这是俄罗斯，这叫流氓强盗逻辑啊。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俄罗斯人啊，本来没打算用武力去夺这几个地方，准备谈判拿这几个地方的，对吧？没想出兵啊，谈判就把这几个地方拿下。这个俄罗斯人干过这事啊。拉夫罗夫说了啊，他远东地区那么大的领土都是谈判得来的啊，都是谈判，通过友好谈判得到的。不知道黄俄是怎么想的啊？怎么人家一谈判一要，或者咱们几百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就给人家了呢？这是为啥？反过来再说啊，这乌克兰为什么不同意呢？不同意谈判给呢？所以这个俄罗斯人他也想不通啊，对吧？好好的谈判，对吧？不用这么弄得这么残暴血腥，对吧？死这么多人，谈判你把地割给我不就完了吗？啊，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所谓的什么政治外交解决俄乌冲突。这个特朗普啊，终于把手伸向了朝鲜啊，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吧，这特朗普最终啊，恐怕还要对吧，帮朝鲜啊拿拢啊，收拾朝鲜呢。特朗普今天发帖说啊，他准备好与朝鲜谈判，以解除其核武器。他强调朝鲜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朝鲜那个叫金宇镇吧，就是皇姑啊，皇太姑还是皇姑啊，已经出来说话了啊。特朗普要想跟朝鲜对话，首先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也就是你先承认我是有核国家，咱俩再对话，否则的话没门儿。我现在倒要看看啊，特朗普怎么拿捏这个朝鲜。希望特朗普不要嘴上说啊，特朗普这么一整的话，那黄俄的老朋友就越来越少啊。伊朗够呛了，这俄罗斯正在收拾之中，然后朝鲜再被收拾一顿，那老朋友就没有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高加索地区啊又不太平啊。媒体报道啊，阿塞拜疆在土耳其支持下，公然向俄罗斯索要车臣达吉斯坦等地，试图撕开俄罗斯的南大门。俄罗斯紧急将45000精锐从前线撤回，部署至高加索山脉。普京面临3线作战，还要承受西方制裁，压力巨大。这是土耳其啊，典型的啊，趁你病要你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计划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华盛顿宣布准备建立和平。这么一对老冤家啊，也闹了几十年了。谁能想到啊，因为这两个人都痛恨俄罗斯，居然两个人走到一起了，对吧？因为仇俄而团结起来，关键化解了历史恩怨，对吧？都一头扎到美国怀抱了。普京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